Hello， 大家好，我係玉海國際康養城嘅 Jenny。今日咧，我哋就嚟到澳門參加2026年嘅粵澳名優商品展。今日咧，我哋係會展嘅第2日，咁亦都係我哋第1日嘅公眾日，即係開放俾我哋嘅普通民眾過嚟參觀啦。現場嘅客流量都非常之火爆。咁其實我哋一入場咧都可以見到今年嘅會場同舊年都有少少嘅唔同啦。一入場就可以見到我哋嘅健康生活區，主要係介紹我哋嘅銀髮經濟區啦。其中有好多板塊，第一個咧就係潮流文化區，同埋咧第2個加強照護區等好多板塊。咁其中咧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好多資訊，比如話智能產品去輔助生活。第2個咧就係有啲健康產品啦，可以食嘅，可以用嘅。其中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安老服務，咁就有我哋嘅玉海國際康養城啦。現場我哋除咗安老板塊之外咧，都好多其他嘅板塊，比如話美食板塊啦，全世界各地嘅美食。咁如果我哋行街行攰咗，可以去點啲美食試下。仲有好多生活產品嘅購物區，亦都可以帶翻屋企嘅。我哋就喺威尼斯人金剛會廳19至20號，週末仲有最後2日喺澳門嘅各位街坊留意，千祈就冇錯過今次嘅會展啦！快啲過嚟揾我哋！